尋日由廣東省體育局主辦、廣東省體育基金會承辦嘅廣東體育產業巡禮活動嚟到東莞啊！本次活動以自造升級、重新出發為主題，邀請東莞嘅體育企業一齊探討發展之路。各方代表嚟到東莞市斯波亞斯體育用品科技有限公司總部進行參觀。呢度啱啱興建咗一個智慧社區體育示範公園，設施涵蓋足球、籃球、網球、跳繩等體育項目，仲關注到兒童、青少年對體育設施嘅需求，令到運動充滿趣味性，非常適合喺社區興建推廣。呢一個示範公園項目展示咗體育製造將向體育製造創新升級嘅趨勢。喺各方代表嘅交流討論中，大家一致認為體育製造將會係推動傳統製造業持續且高質量發展嘅必經之路。所以特別是在品牌的建設，還有我們這個在智能製造以及我們市場方面也得給我們很大的一個指導。所以在這裏的話，我們也希望的話，公司的話今後按我們有一個自己專業的產品，細分領域長期的堅持做下去，還是會有很多的機會會創造的。但是我們需要，比如說像這些做體育用品的這些企業啊，這個第15屆全國運動會，這個全運會帶動了整個廣東體育產業的發展，為我們本地的這些能夠創造身邊的這些企業創造品牌的機會，創造銷售的機會，創造了這個案例的機會。我覺得大家要把握好這個機會。